好多人30幾、40歲就開始諗退休，努力儲錢。但係你知唔知，到你老咗，最保障你生活質素嘅，其實唔係你銀行戶口嘅數字，而係你身上嘅肌肉。你可能會覺得我講得太誇張，但係你望住塊鏡，覺得自己慢慢老咗，皮膚鬆，冇精神，中年發福。你以為只係年紀大咗，其實係你嘅身體發動機一直喺度縮水。我哋嘅肌肉由30歲就開始慢慢流失，到咗50歲你就會開始覺得冇力，到咗70歲可能連後生嘅一半都冇。好多人話自己飲水都會肥，唔係你食多咗，而係你嘅肌肉少咗，新陳代謝慢晒。人哋食極都唔肥，唔係天生嘅基因好，而係人哋嗰個發動機排量大過你。最緊要嘅係肌肉仲會直接管住你嘅血糖。好多人一見到血糖超標，第一個反應就係咁我唔食飯啦。其實你入落肚嘅碳水化合物消化完變成葡萄糖入咗血管，裏邊有80%都係靠肌肉呢個大倉庫去幫手消化同埋儲存。但係當你嘅肌肉唔夠，倉庫爆滿，啲糖唯有堆積喺血管嗰度，血糖自然就高。長期落去，身體就會係咁分泌胰島素去壓低血糖，搞到細胞都罷工，唔想做嘢，形成胰島素抵抗，最後變成糖尿病。所以好多時血糖高根本唔係出喺嗰碗飯嗰度，而係你嘅肌肉工廠冧咗。雖然食藥係可以幫到手，但係藥只係外援，而你自身帶嚟嗰個降糖工廠肌肉先至係根本嘅關鍵。肌肉除咗係控糖，仲係你關節同埋骨骼嘅保護傘。我哋嘅關節其實全靠肌肉喺度撐住，肌肉一少，關節嘅磨損就會加劇，腰酸、膝頭哥痛、骨骼疏鬆就一齊嚟。有數據表明，長期做重力訓練嘅人，心血管疾病同其他疾病嘅死亡率都會明顯下降。你而家儲存每1 kg 嘅肌肉，其實都係幫緊自己嘅健康充值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話：我明明都有做運動，日日去散步、行山，點解都冇用嘅？係因為你練錯方向。散步、快走雖然對心肺係好，但係對增加肌肉基本上係零。如果你平時食蛋白質唔夠，過量嘅有氧運動，甚至會消耗埋你僅餘嘅肌肉。真正想增肌，一定要做阻力訓練。大腿嘅肌肉係全身最大嘅肌肉群，激活用佢嚟燃燒糖，效率係最高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喺屋企可以用最簡單嘅方法儲存肌肉，留言肌肉分享俾你。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屋企血糖高或者條腰同埋膝頭哥唔好嘅人。儲錢係為咗老嘅時候少啲求人，儲肌肉係為咗我哋老嘅時候少啲受罪。我哋一齊投資健康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